種植牙呢個缺點你要注意啦喎。種植牙雖然係揭牙修復嘅最佳方式，但佢並唔係天然牙嘅完美複製。核心區別在於天然牙通過有彈性、有減脂壓力嘅牙周膜連接喺骨頭，而種植牙同骨頭係一個剛性嘅結合，直接傳遞咗咬合力同埋揭發咗感覺。因此，種植牙對咬合同埋骨骼嘅條件咧，醫生嘅技術咧同埋修復體嘅質量咧要求更加高。更加重要嘅係，因為佢冇燙過嘅耳景，係輕微嘅問題，譬如螺絲鬆咬合唔同，同埋患者冇法去自己去發覺，好容易被忽略。呢就決定咗定期同埋專業嘅長期修復係需要個檢查。建議咧每半年，特別係頭半年咧，需要醫生幫你去調整個咬合同埋鬆緊嗰個螺絲，可以預防性嘅維護。咁嘅話咧，先可以長期維護咗你個種植牙。